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心靈療癒1分鐘。今集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，你會唔會活得好攰呢？會唔會係因為諗太多？停止內耗嘅最高境界就係學識單純啦。單純並唔係無知，而係一種強大嘅內心定力。佢能夠讓我哋從無盡嘅自我內耗中解脫出嚟。呢個拼命追求高學歷、高情商嘅時代，你會唔會有時候會覺得自己識嘅嘢唔夠而感到自卑呢？但係話俾你聽一個秘密，其實冇好高嘅學養真係冇關係嘅。其實擁有一顆單純嘅心就已經非常非常之好㗎喇，因為一個單純嘅人遠比嗰啲自大以自我為中心嘅人可愛得多，亦都高級好多。點解呢？因為自大嘅人其實內心係非常之脆弱，需要不斷喺外界去索取認同。但係單純嘅人，佢嘅內心係安穩嘅，佢唔會成日神經緊張計算咁計算住人哋點樣睇我，呢句事對我有冇好處，佢哋唔會為呢一啲咁嘅無謂嘢牽腸掛肚。你可以睇下，當一個人對自我嘅執着越少，佢就會越簡單。佢唔會將自己當成宇宙嘅中心，認為全世界都應該圍住佢轉。咁樣嘅人，佢唔會輕易被冒犯，亦都唔會因為一少少嘅得失而搞到自己內心波濤洶湧。佢嘅能量唔會浪費喺內耗上面，所以佢更加能夠真切地去感受身邊一切嘅溫度，更加能夠真誠地去對待眼前嘅人。呢一種嘅簡單本身就係一種強大嘅內在定力。所以千祈唔好放棄你嘅單純啊！喺呢個複雜嘅世界入邊，保持住一顆簡單嘅心，並唔係蠢，而係一種難得嘅清醒同埋選擇。當你唔再為乜嘢嘢為我係最好而焦慮計算嘅時候，你反而獲得到最大嘅好處，就係內心嘅平靜同埋自由。呢一份嘅簡單就係你送俾自己最好嘅禮物啦。最後嘅 message 想送俾大家就係珍惜重視你嘅單純，呢一個係你內心最堅韌嘅力量。多謝你收睇心靈療癒1分鐘呢個 YouTube channel。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資訊，邀請你免費訂閱我哋呢個頻道，期待喺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。拜拜。